少爷，刘江到了。夫人，新郎讲道，大女儿来卧病在上，这怎么办呢？哎，菩萨保佑，大女儿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病，今日好得多了，谁无昔日精神伤嘛？这回正在往里许葬呢。老爷放心，误不了八堂正亲。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大小姐，琪琪，妹妹，你是要看什么啊？都看什么？咦，阿彩呢？这丫头一早上都没见得人，定是看热闹去了。这种节目富贵之身了不得。大小姐，吃呀吧，我已经好了，不要吃了吧？不，这也是一定要吃的，大小姐。哎，吃呀，吃死人了。
有吴大人请叶希明，路上辛苦。叶希今日许此风光，真听我刘家永中要忠。说比岳母当初就把于谦于围困之中，激我一人，许我婚姻，于谦造成异乡故人，哪有今日岳母再造之恩，于谦没此难忘。好啦，都是一家人，不是这个。叶希，快稍稍休息，有的忙你。许愿小姐可好？许愿妹妹可好？好，不好？许愿她。老爷不能，不好了！大小姐她。许愿。许愿，你为什么不等我？我为你事业竞争，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还没有报答你，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许愿，你不会死，你没有死，你是睡着了。你看，他把脸带笑容，别无痛苦。他的身子是暖的，手心也是热的。他还在吐气，许愿没有死，没有死。快去牢中来，快去牢中来，小姐。也许不要如此。放他安心去吧。那是我仅仅刚好。阿翠，许愿的贴身丫鬟阿翠呢？怎么不见他？快叫他来，我有话要问他。是呀，怎么不见阿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阿翠到哪里去了？丁老爷、姑爷，今天早就没有见过阿翠姐，方才去他房间找他，他比我都不在了。丁老爷，张梦你想昨夜被人撬开，却并不是啥不见，单单不见阿翠的马身文器啊！马身文器不见了，衣服也取走了，莫非这丫鬟逃走了？阿翠逃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许愿，你给老娘洗走的，给老娘洗走的。许愿，你好没福气呀！姐姐，你叫天公怎么办？许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喂，恭喜恭喜啊！老爷、夫人、姑爷，三千六军火可军医到齐，前面的话，请老爷、夫人、姑爷解开，这怎么办呢？谁都死了，晚办什么喜事，解什么卡，让他们都回去吧。许愿没佛，刘家不得，许此风光之，翁之为辉，都不晓得。
都是命啊！燕西，你看这怎么办呢？刘家不应，难以隐瞒，只得按告总乡令我看，撤下西诏，举去即往，且是讣告。弟弟好糊涂，听过此来是奉子文婚以八方举问，许今突然改正丧志，总想请取消我刘家倒也罢了。身上得知彼此天过明年多春，不可重用，岂非误了天过之前人？这倒是，可是神医啊，还有什么办法呢？菊妹，你有什么办法啊？弟弟，我一个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只知道此刻万万不可张扬此事，定要让天国文婚才好。这小姐，夫人，对，看来只能这样了。好倒是好，只是委屈了许毅，也委屈了许妹。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因此，事已至此，老夫娘将小女许妹许配你为妻，言系以下许我。每代即将归儿子，方切皇上之意，你言系到刘家长与刘小姐文婚，并非专指许业，今有许妹太子，两无欺君皇上之大业，言系三思。请丁老爷，夫人，姑爷，本院正当之冤王老爷所愿为礼，莫数日人进来我西，一进大厅，这快去迎着，快去迎着。也行，今日之日夫上美貌，老夫就你答应了。也行，老孙也就你了。有，这是消息了。许妹，跨岁俱往，求求你替我成亲。不，弟弟母亲婚姻大事岂可讲究？儿与姐姐今日同年，姐姐去世，妹岂可独生？但为救天国，为救刘家，今日曾听弟弟支配，儿生于子虚得离之家，父母之命已出，岂可再是儿妇？天国不女，儿无意生死，愿在姐姐而去，妹妹不可。停！丁老爷、夫人、姑爷，上等部正是文瑞大人，他怕桃园追人前来我西，何必医院正厅指名邀请姑爷？姑爷快请。这样，你看是。别怕，你要梦见大小姐了？没有。
记得前年我去省城慰问，挑责刘家，不料滚水王爷将我小走长水，我从少落水，生流不成。许爷，多亏了你呀！许爷，你怎么好端端的为了人死去呢？听公，男儿从前也应有度，当世外立见证，方得报君恩。当初老夫梦是青天在江的一对，建立本上之中，神在鬼外，彼此必有切头之人，去见古人亲为独废，亲手杭州之府，见人必可外量啊！万圣初为者君，独有出征保君之心，无济世致命之策。老大人须经深具反对。万身为他人出力，万事皆让他人我娃指点。好事，好事，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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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啊，为官非议呀，身子上有听到下有所望，只听到走却比净土100文化之地，长思望言，语如响铃，黎明照阳，无让梦真啊！你人地方官何不真说？唉，为首之人，别人都知贵是举大人之子举正熙，都是大人军功显赫，朝廷以为忠敬，地方官能将其公之许诺啊！唉，真是一人惹皇恩，事态可狠心啊！请听直贡军务都指挥使是今日举府总管8000万代大人，贵重冠冕。今日王道吉日，杜师傅为皇上御史申请神要出手，杜氏老爷正叫黑将为贵，杜氏公子得请万代大人光临。王州府也请光临。为申请神要出手。杭州府醒来乍到，居然连王恩浩道，于是申请神要与杜氏大人之事也一无所知。这青鸟也有圣人，也要做这。皇上所示之日，家有灵性，何况神妖？今日首单，杭州官员多以拒绝杜氏夫人，两位到底？请贵总管监告杜氏公子，老夫二贵封为不必证明，外防保安。杭州府呢？本府信任不必铁举，部下为什么申请神鸟做事？好，爽快，爽快！本总管早就违背杜氏公子就是了。告辞，走。自色可逆，自色可逆呀！小小之徒，歌唱生死。老大人，什么申请神鸟？就是皇上使的一只鹦鹉，举府是为其罪，年年要做肉请医。一只有色的鹦鹉，也要官民为他做肉，真是岂有此理！老大人郑重，万圣高士。慢来，老夫婆30余年之家里，今日要向你知府大人迎会送礼喽！来人啦，有送礼上来。送礼。老大人向万圣送礼，这个方便吗？这大人话说下。不，安生断不敢受，就此告辞。不直接吗？理去看看，自我理论。无非人就罢了，总是穷将有业，于谦也不敢受。单看一看，上上看嘛。这是一段情深。对，老夫别无他别，这段情深送礼上人一切。
我云上，好兄弟须生报国尽有福，谢恩师一段情深，热血情。都正是为财死老了，混了！杭州府真是不识抬举，这被咱击残。诸位，公子，半生太无进客，空着生群神要请求，生群神要献策无疆。生群神要请求，献策无疆。东西领胜，东西领胜！起来起来起来，可不起来哟！没事啊，公子，阿太这位姑父母娘，却是两家女儿，比比君乐马小姐。公子说是真心喜爱，有的有个名位，岂可决定人事？你本姑子娶你为老夫人，好了吧？那就得禀过老爷，明媒正娶，待过夫妻。众位大人，吾女是不比人，漂泊江湖，来到贵地，频频叫价，归途艰难。承蒙杜师傅、钟贵老爷爬山相照，又因为众位大人请你，走，不去了。妹子，上班了，快打凶手，快！反了！在杭州城还有王法吗？还有公堂吗？扬州城难道不是他们之天下了吗？还在铁壁当前，刀马扬鞭，那冷一通
这个该死的奴才，你的脏气瓜子，许信先把这个欺君的身把你谋反的老奸臣瓜子应该今天生擒神妖之令。小人主命。慢，公子，老爷李副使不是再三交代过吗？眼下是太平时节，杭州又是商人多为，不必得在真情之上，却不可在意杀人啊！不是他，难道要将他养老不成？公子，刁民是爱生擒神妖，财日不善，时人不能轻放，因我送杭州府严办。也好，此次杭州府到底是什么肤色？这日就叫你举牌，叫大哥不是那句的杭州之府夸神夸山，我还等着这老人的头颅，几天生擒神妖呢？是。姐姐，妹妹对你而讲，实则无可奈何，非妹无情，自己薄命。姐姐，妹妹实是为你操的，求你原谅，怕你来生富贵美梦。姐姐，我求求你不要再来想我了。死了，我没有安慰你再过一夜。叶阿姨，你将来到我面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姐姐不要，救命啊！旭梅，姐姐不要，姐姐，旭梅，你怎么了？啊，天哥，旭梅，你又在为许燕伤心了。天哥，旭梅与你共结恩爱，姐姐却在今夏孤苦伶仃，我心不安，总觉得对不起他。是呀，许燕死过为寒，我便大讨成亲，心中实在有愧呀。何况他本无知名大病，独若妖皇，死因不明，而且又忽然不见，使我愧疚之话，你愿实则不错，姐姐死因确有蹊跷之处，可是他一生本能并无走将，无人会相爱于他，况且义勇演讲，并无避得被害痕迹。当日叶青郎中反复纪念，均无疑点，只能与他明白，天意许之罢了。啊，天哥，许没有一日相救。自管家，天哥，许妹与姐姐一母同胞，情深许黑。许今举世中挂的姐姐瓦匠，与许妹早早相对，实在是计划上进。叫天哥将这瓦匠收藏起来，你可肯答应？这天哥，我求你。许妹不必虚词，用雨天三思。升堂。何人有一之故，有何其冤？请听这个军务都指挥使是今年的举府有日，前行征兵公明端。
贵总管轻射几枪。黄知府，你听仔细了。贵总管，身经神妖有何表记？身经神妖，云挂境外一名，上君御史良日，贼人不知，纳入不肖。此番招案，谁是凶手？有一晚上作论。不错。好大夫，身经神妖是西饶国进宫来的，当今皇上所示，他就是皇上。是身经神妖，便是死在皇上。反正凶手就是要上犯，要莫忘重围。嗨，黄知府，都司公子已将此事禀报都司老爷，万请速审速决此案。都司府等着凶案既定，身经神妖呢。本府早盘求此。黄知府真爽快，政治关系到你的信任呐。多谢关照，本府自有道理。周亚勇，在捉拿杀害身经神妖之凶犯到案。是慢，黄知府不容费心，凶案已请我在此。哎，贵总管察言，你方才实说身经神妖西壁何缺要事，怎么凶案偏是这老场呢？那你说凶案是谁啊？冤有头，诈有据，杀害身经神妖的凶犯偏是那条何缺啊？要抓的凶案偏是那条哥懂什么？哎，贵总管有所不知，哥虽不通神意，却能揣摩举止之意，十分可恶。他关于依仗生死，苟延看成，耀武扬威，横影相立，其才凶于举止，本府定要严审恶哥，查明其藏何人之事，受何人之事，竟敢许此，死无忌惮。你在说中国他在忙我们修得多年，当下女高何才？高才这顿批告到此。老爷，批告已在堂外等了。传批告。是。传批告。原告有何冤屈，先生诉偿，呈上台。不是说了多少次吗？还要什么诉状？哎，大明立令许山，规矩岂可偏废？受诉偿，本府即刻退堂。好，谢谢吧。大胆凶犯，都师傅生情神妖，乃当今皇上所赐，深恩浩堂，犯我成名，即公而尽之。大胆凶犯，竟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大明亲兵成事，都是赴堂之上，此害生情神妖，实为后国之手。本日聚会，今日归案，该当何罪？你受好家居士，不余度隐恶，两你一条恶狗，不敢虚此的皇位。你仗谁实施，受谁之事，还不从实糟蹋？真正不争取财，两你不敢不招，这是原告你之诉偿，你仔细看来，可是条条错失。大胆凶犯，面对诉偿不出一年，是何道理？来呀，答应死后。好，政府你好。
顾总管，你说什么？这不是事，你叫他看书当做什么？你说哥不是事，天下哪有谁是的哥啊？当真不是，是人不是。好了，不写的信本府记下了，举进团局。传音响天子平平，为君子何须甘于亲手好，你才说何全不是八个字应无退堂喽！这不你。谁呀？大哥，生冤呐！
但凶犯心神明察，为何谋财害人，杀害人他就锁定夫妇，快从实招来。大人，小女子真的此证是杜师傅无为。本府未曾问你，小女子晓得无言论语，堂堂杜师傅无为，岂为看中你家老屋子破烂财物，杀人抢劫？我不是杜师傅的，我不是杜师傅的。不得在放在杜师傅赵位，府中则是无为举表一名，命本府查列查访，你即取杜师傅禀报。至今本府尚未放得，一旦查漏，即可公送为府。是。你们滚滚相误，什么王法，都是你们随意说了算，都是骗人的鬼话。我应该就杀了他报仇。小女子，你骂得好，好在这名凶犯却非都师父臣，当存以列问斩，为你无情，且速定父母报仇。来呀，导引四合。好，来，我就是杜师傅举表，他送我们杜师傅去了。凶犯今天冒充官府中臣。知府大人，我亲真完全是杜师傅的举表，那天夜里大人心跟我也在场啊。我就是举表，今天这事都是杜氏公子亲口叫我给的，说不是了这个老爹上这府说了算，举夫就要丢进了移民，事关杜氏大人的威望啊！凶犯万见血口喷身，无言杜氏公子举表说要黄人，让老天当即当来劈死我！哎呀，须此本府失敬了，不得。在你画面别桥送居无为夫。是啊，去多谢知府大人。居无为请说。万得万你将此事从头虚实一遍，本府来日也好向都市大人有个交代。好，知府大人，我讲这边。万请居无为话呀，一时沉重。好说。来呀，将杀害3条生命之凶犯举表，大日伺候。是啊，你们是我不是做啊，你们是我不是做啊！来呀，来，做那杀人举犯举正西归安。是。齐天大人，回去吧。你说呀，你快想个办法呀！举表在他手中，3条人命又落了口供，杭州府说是上州朝廷，老爷都要受累呀。公子不肯听奴才之言，定要是那老家伙出口恶气，许久惹下论之来了。放肆！都是你们无能，吃了深情成条，许了滚事，把老爷的威望、皇上的恩典都弄得了。我叫举表是那个老丑，单单为17忙，你快想个万千之计。事到如今，别无他法，只有事无对证，推翻可攻，留下无可，二万无穷啊！对，只有龙氏举表，杭州府才无名无据。可是他关在府狱之中，旁边声音怎么下手呢？旁边众位顺应，送着酒饭，人无情理，这应日之中嘛。对，就在10种防盗，好主意，你快去办吧。不过中毒而死，尸体留下痕迹，难道无尊严是一关？杭州府有惊喜故人，
弄不好有了个杀人灭口之罪呀！这正好，你这居然不是把错，没用的东西。我不早有我说，我用这没苦力。这可有办法？哦，老夫人，这可是生命交换之事，儿戏不得呀！哼，好个足智多谋的狗头军师，句子实话，夜里出贼。阿才以为公子起舞，世人指望公子发达，岂为社会见证？你们不信，算了，算我没事。我信。自许今到哪里去寻这灵药？外望女婿个字典。阿才可以知道？是人之儿需要信哦。府中正报随你挑衅，那你要什么？阿才要的是明文。对，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明文。你喜欢那王林木，我为证。这个公子不必勉强，阿才告辞。对你就是，只要度过眼前难关，我一边禀明老爷，休了老堂，三昧六针，不得大叫。与你霸道好了吧？口齿无凭。对天起誓。好了，在我来。大人，禀报大人，别提这件万事，方才失火，尚未归到府应军，必为。举表刻骨笔了，考成问号。举表刻骨笔了，言被虎为你说你举表来迟，从了刻骨子。大人，9万举表不能失去。禀报知府大人，小人阅历过去，诈骗此事，未经一点，实在不知是因。三岂能无辜而死？方才有着时辰，都师府总管举要中轻松引子于举表，举表事后即事，有投放托文，实证灭口之言语，你再用心查看，不得数了。是大人。禀报大人，都师府总管气势汹汹送来一函。钦点即将军都指挥使司景阳后，举府hành长豪泽之府，府定举表折射，被官府无辜劫拿，年因不公，长被俘虏。官府末日王法，草菅人命，是可信，孰不可信？
据向浙江第一安特使上书贵府硬币2名，恳请早些而还，还其赛后查明硬币奖金3次不明，当时事情前来贵府当堂说明。在座者倒腾一把，无此伎俩，可供批会。私人本正想难以他吧，3天之后。大人，禀报知府大人，一代衙门送来紧急之旨一位，请大人估摸。请定浙江第一安察使是昨日杭州知府，请即明告贵府硬币2名举标登请，案子重大，人命关天，得先其3策查明强暴，另怕安察使有1名委同贵府审判。3策，又是3策，你一定要叫我查个明白，查不出死因，我饶不了你。大人，你就是杀了我也砸不起啊！你去睡吧。
天哥，我不许他们冤枉你，我要讨一个公道。天哥，我看举标之事，况家许妹，与天应事，也不向君委屈，你好自为之吧。夫人，你来看，你看，啊！我比阿菜菜子，我比顾大所为。啊！我带你上堂去。不，不，现在已经升堂，我老爷说已来不及了。天塌下来要我顶着，你怕什么？为家老爷，什么也顾不得了。夫人，你要三思啊！杭州府周大人，自有大人又老了，请。后人击鼓鸣冤，董事公子举正气，举正气是财道凶犯，周家军将我拿下。好来，正气，你可告知生气要做那本公子道害，请问本公子到底万有何妨？你居是举表杀人，人命三条。有头动一口，生命一条，财他无情，给不给账？给不给判？你身为杭州之父，朝廷明君，岂可信口雌黄？你到本公子举事杀人，可过我才，头都没口，证据何在？周天，你这个鬼，无辜扑我董事府为指标，考到不公，滥用大印，逼死人民，错按大命一条，今日万有何说？举标为头头之事，后来隐蔽良民，传脚走，小人来，参见大人。大人饶命！举有宗，有宗说你口是实策，挥送求安，甚至上京，何在之有？杭州府，你要不当当面试，以明是非，整天无我得破，就给当当面试。周大人，是给当当面试。当当面试，当当面试，快！禀报大人，小人反复查验，举表事情，可推认证，其实不变，不是相交，并无虚语，七窍无学，手心无败，恐比头头所知，是因不明。好啊！整天你许可平衡，且慢，
请安特使司邮大臣相见。司邮大臣有劳了，拜托了。司邮大臣，你可看仔细，关系大着呢。周大臣，带着这所有钱也难决断。正气，你听凭良民，烂事无辜，万无言本公子头都没扣，身为这官而错完他命的条，才将一等，须知乱臣之子，万我他命成名，家可不送上官。今晨安察使国远一台，本公子必要把你去安察使问臣。来呀，将这各国不了，送安察使。来，小人后为举表念诗，报话高府后生。禀大人，这是小人心经所设徒弟，曾经高人指点。快你堂堂念诗。多，快来！你去看。禀大人，你快退！禀大人，举表司印已经查明。什么？举表司印你已查明？大人，诸位，请看这四代举表永延许生400将折身500，绝非一般私印，难怪常人查验不出。但他头发跟我有少许红点，更有日无情，分明是饮食之中颇有剧毒，中毒而死，夺命国无恨无用之逆。你知道是国无恨？中毒之死，无用之逆。可说明什么国无恨、国也恨，也何来历？国无恨为多种企业弥法合成，因为生产猎物毒杀猛虎所用，不伤富国，不损皮毛，老夫能买好价钱。但事情极少此业10口风额死在无休无半，极难念出。昔一路古本有罪，今本不准，岂可见以深宫对岸笔记？怎么举夫公子管家还不行吗？司邮大人身为全省武职宗师，念诗都因此高手，岂有不问过问哉？不错，这不问本官夜人所闻，举表私人之长，或许恐怕也许是不问所夺。周大人，本是以查明死守强情，其委员向你雷大人禀报。背着稿子，快！大人，小人还要向司邮大人请教。宋司邮大人，什么国恨国也恨，关我屁事！走，为何慢？堂堂好州府衙民警高悬，把我黎明，凶悍来得去不得，中央用。将举门杀身，头都灭口之手凶悍，举正西拿下。是，好，来！哈哈，真气！我看你吃了包子蛋了。你这等子冒公儿，也是关外人家养起来的一条国民王犬。你不帮我负责恩义，反倒要起举子来了。今天得给你一个教训，来，给我打！给我打！哎，不要动！动不得！走！将杜师傅过去吃的一家8手，被皇上御劈一刀，即刻进府，捉拿举有宗举正西归安。对。你这畜生，立父之臣，千吩咐万吩咐，叫你不要涉世生非，你半句不听，如今失了皇上恩典不慎，还闯下天大的祸事。
你要把祖上功业、老子的威名都断送完吗？天上我，只要你这一次，倘若居家另有子孙，我早将你这畜生一刀两断。弟弟息怒，都是孩儿不是，事已虚此，总要弟弟救我，免得居家相负。畜生，你后悔迟了。现在还有办法呢。来人，大人背着来，被本督请见，恭请杭州知府周大人过府。是。来，备马，拜访周大人。是。师妹，老人家也是好意嘛，他叫我讲究兵法，有理有节，才问脚跟，这等好讲。他说都司大人已经认错，正好神色退走。他们对你的朝廷命官上跟在意多大，黎民百姓还不由他们这个了。小讲有理有节，许妹虽为少女子，你在天公始终许业，不是官场作孽。张才，张才，师妹，好一个红粉知己，与天敬你一杯。师妹不敢当啊！天公，你在不为权贵，为民这不知广大天国，看成真男儿，给师妹敬你。惭愧，惭愧呀！那是公堂对岸，除非你相救，恐怕我已深夜领悟，沉冤难息了啊！哎，师妹，你已经规格教女，学识得国文几多，几次问你，你都笑而不答，究为何来？你这气色必有一得，牙关一猜，你是深山猎户之女。师妹听他偶尔说起过此言，极其得心，那是经举表市上颇为相符，故此断定。那为何不与我事先说明，飞到公堂录下？唉，总以为天国见多识广，能与典籍中杂念而得，谁知天国故真不知，许妹酒囊尽切，顾不得跑得露面了。天公，你可知了吾代代相传，国文有读者，无辜地劫者必生阳寿的吗？师妹，你啊，天公，你不要说了啊！你喝了这杯酒吧。对的。师妹，你我同意。许妹在意啊！你为天公做这支之物，
以为伤痛。好，与天为许妹本子，以前三生相见。不许说谎，我要你用一个真正的男人之心来回答我。你当初最爱的是我，而不是姐姐，对不对？许妹天生丽质，当为才之妇，姐姐莫那尚无遗才，与你不配。你娶姐姐于无名之外，只为报答万难救父之情，对不对？你与姐姐相敬如宾，待遇秋水，那样能算男女恩爱吗？只有我才使你心境摇曳，一见倾心，才有真正的男欢女爱，对不对？许过姐姐为在，叫你信任，你会毫不犹豫地信任我，对不对？许妹，不要这样说。天公，你原来并不是也是你姐姐了，反之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对不对？许妹，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说了。天公，你不要说了，我已知道你的回答。你是我的神，是我一个人的，在天地之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不需要第三个人的影子，对不对？对，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天我要把姐姐的画像拿走，免得她总是以嫉妒的目光看着我们，好不好？随你。姐姐，情不可长，爱不可伤。天公本来就是我的，并不是妹妹得了你的。你不要再冤我了。姐姐，许妹，你怎么了？你怎么总是这样激气啊？
莫非他来到杭州？莫非他居富呀？莫非杭州之父便是那谁？对，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天无绝人之路，阿才我是云来也！来人呐！来人呐！快叫举正西来！来人呐！姐夫，我都不耐烦了，等不起了，早晚把你送到井里去。这为我何尽你偏苦了。举正西，你叫我跪下！什么？你叫我跪下！跪下！你这姐夫疯了！上外毛你说的。举正西，你不用生气。你居士杀人，头都没磕，二当名贵，贼当斩首。你老子也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我阿菜一人。你省省吧，说什么孤恨心系难平，还不是一下子就人家识破，害我落了个头都没磕子才名，你还想骗我？我却问你，杭州之父可是这一天？是啊。可是辛苦吞花？是啊。这就好了。新居地，我实话对你说了吧。那杭州之父是原刘璋之婿生这一天，那周夫人便是刘玉梅，他们的性命前人都在我阿菜手中。你说什么？你来。好可怜。此话当真？阿菜从无惜你。顾问被人识破，我疑心是他许进孤人，我只要去见他一见，到过这一天不跟这解救你啦。那你快去杭州府。你不是要杀我吗？要将我成精吗？快说呀，快成呀！好了，宝贝儿，你一晚不知道我的斤两。好，阿才，鬼子进京耽搁不得，你快去吧，我叫他们别瞧。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弟子我尽力跪下了，你快普渡众生去吧。哼，好想。难道叫阿才以机器的身份去杭州府？我可没有这个脸面。美人儿，不是说好了，待官司了结，我们就要大力成婚吗？我现在就要办。好在老头儿已经回来了呢。这长才之间怎么来得及呢？那就请叫府中上下人等，特别是你那几位虚华侍女的宝贝，都来磕头请恩，名正言顺，才好出事。好，依你，多依你，这交给老头子说啊。传话北桥，是传话出去，前边这将军独自会实施，今娘儿居住少夫人，当他杭州府。是夫人去吧。什么？爷，谁叫你哪里进我去的？我不要！夫人吃了药，病才会好。来，我你吃吧。不，我不要！你拿着，夫人。小姨莫哭，怪我没有贼心，糊里糊涂的。女儿，放的什么响声？无妨，女儿是手把药问打破了。女儿就弟弟母亲请安。花童下，女儿今日可好些了，对老夫人
小姐啊，夫人她总是最不爱人，时时进去呼叫。不，爹爹母亲放心，女儿已打好了。唉，爹爹母亲来杭州多日，况女儿病魔缠身，还不曾侍奉老人家灵应敬享你。不慌不慌，女儿调养身体要紧，女儿呀。你真难为他了。别夫人，杜师傅、少夫人前来拜访夫人。杜师傅、少夫人，这不就是具珍惜的夫人吗？告诉外面，刘玉梅素来不愿高攀上官执军，何况具珍惜是这不因为内军交往，执意关节，不必相见。是。请弟子将军无度指挥使事，见了举夫少夫人到。哎，他怎么竟是闯进来了？杭州府内军6日，因而都是少夫人。你是阿妾。杭州府内军6日，因而都是少夫人。你是阿妾？真是小弟，不来接小姐请安。请。请坐。其实都不奇怪，当初小姐你不是说过，女人的关键用度变化在生息之间吗？阿才是离开刘家，接到上任，见着国芳8事约你，不久便离举公子心中，实在平常得很。小姐你附庸其规，理应心怀意足，为何虚此假才，仿佛心事重重？莫非为你爱上大小姐吗？不错，不错。阿妾啊，举夫人，你贵为杜师傅、少夫人，许妹不知外望伎俩。举公子之事，你想必知道。知道，无非是举世杀人，头头灭口，道人公道，二当民国，这几条吧？这几条都是大人呀！外望举夫人深明大义。大人小人，还不知你听过一句话？举夫人差言，尚有大明王法。好一个大明王法！倘若普天下独一了大明王法，只怕九境之下没有这么多冤枉了。冤家一路
今生今来，何必客套？听我说几句知心话吧。下句好日死了，好一位父，你那清清爱爱的天哥回来了，阿才听一位悄悄话。师妹，今天可好些吗？哎，看你一脸惊慌之色，出了什么事啊？啊，没有事，没有事。啊。我好好的啊！阿才来了，阿才，他逃出刘府，留下泥团，我真要找他，问问当初许因之事啊！现在他可不是在一文德的丫鬟，而今他已当了杜师傅公子举珍熙的夫人了。举珍熙夫人啊，所家非人，所家非人啊！可惜。可惜，他来可是为举珍熙求情。天哥，师妹，不要这样，有话就说嘛。天哥，阿才在刘府3年，究竟历历在目，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错得富贵，变成新瓜，好不好两位放松，从轻发落。师妹，你好糊涂啊！雨天是皇家俸禄，这定不以皇家之大法。况且举珍熙一案，你上奏升听，但等玉皮一刀，即可进府请纳，名正典有。天哥，道理我都懂，不用讲了。就算我求你一次，再有一次，好吗？师妹，你素来深明大义，你与我同谋尽心，共得权贵。你今天是怎么了？阿才及知府大人，请安。不敢，阿才，举夫人今日前来，阿才别无所求。但愿见大小姐瓦匠大计一番，已经当得举破锦衣。这好，请。大小姐，你死得好丑，死得好冤呐！阿才，我请问你，知府老爷，你不要问了，阿才明日再来听为宜。告诉
禀大人，杜师傅杀部队堂堂府约而来。头堂密生，虚礼雅乐，一点名菜。是。大人来了。菊夫人，何故赴约呢？阿才有天大欲望，知府大人做主呢。菊夫人，季公子虽已归安，尚未停营，你何故生存孝义？阿才是为刘家大小姐，刘玉英代孝明愿，为刘玉英明愿。知府大人，阿才我再三警戒，怕你为得，谁知你不肯罢手，不顾金兵，难道只许你们享荣华富贵？阿才我注定要苦你一世吗？你逼得阿才义无退路，今日只得骗我鱼死网破。你有话请讲。知府大人，早想过，阿才话一出口，你见人端说，我罪恶终告于你，你到举正戏，我出名云长，既能两尽其美，我必两大举丧。菊夫人，阿才，你错了。举正戏要判，举夜安要查，大明莅临许山，岂可盛情交易？周玉天，你既决定，我也对你。那杀害刘玉英之凶手，夫人，夫人，黑道何生？主人，你醒醒，你醒醒！天公，你杀了我吧！好。
天公，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师爷，师爷，你在哪里呀？天堂都来听上，
还能尽心为妻子天公为你所有，为时甚长，我爱了你，今后我天天受到你的赞颂，珍贵得到的喜悦早已烟消云散，与这取真的只是良心的谴责。无数次的再见与忏悔，都感情不了我的无罪资格。夜半，我梦回了平魔众生，这样的日子，纵然天空的人，还有什么颜面可言？姐姐，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谁有谁报，我有我报，我为张文对你的歉责。是妹，你不要说了，你先生于情，而且于方，不妨哪有一律到死天公。是妹不好意思，就是留不下你了。你放爸爸说我，你我夫妻恩爱，山盟海誓，我这人你服侍。我想研究是真，回家生活，因为到安察司衙前佛经劝财，私家事做，他不宽恕，与你同归连家。4个死生，终身为许愿，生路悲笑。不，天公，我不能连累你，我不要你这样做。我意已久，今夜便与你共赴安察司，交易清罪。啊，宁姑娘，宁姑娘，是你。我小公子声音。所谓三生娶女，都是事不关己之好女。善察公道，所谓秉公执法，无非是骗我百姓之虚应故事而已。这，我谈百般娇美，万般温柔，小鸟依人之所女，怎会成为凶人恶煞，杀人魔王？我谈保护许生，铁骨正棍，恒内人对权贵之争论儿，今为成为徇私所虑，无知懦夫。我宁姑娘，一切皆归罪于我，非该于天之事。你怎样帮他助他，千万拜托。告辞，宁姑娘。4更天亮，天都快要亮了啊！我们应该高高兴兴，何必来影响对你？天公，求你再走牛天，为我判一次做主吧。好。水
也许，也许，也许，有木有木。我女婿三宝之间，我凭此我不但言。你此去一步，两人走，何才能把一语心？两老从三天哪！天哥，师妹，你。将军无都指挥使使，今夜了，徐大人到。将军，对江浙府衙门屯屯委屈，不得放生此人，但等本府号令，即刻捉拿凶犯。对，二位大人，徐大人，徐大人，请，请。大结果命冤之臣，大结果命冤之臣，大结果命冤之臣。命女有何冤枉？张家行这知府周玉天，重用包庇妻子刘玉梅，夺杀原配刘玉英。啊！周大人，命女告你因我孽兄欺君罔上，可有其事？刘玉梅夺杀亲戚刘旭英一案，本府昨夜方知凶犯涉系本府军属，一道依法追究，送安察司审理。本府以后因我孽兄之意，更负欺君罔上之情。这恶造账，岂能掩饰？聂德大人，以下如何啊？听命都司大人依法处置。那么，但对本大人之意呢？举谋糊涂了。杭州府出自本大人门下，有私生之意，本都本不该问，只想身上证明本大人因中强奸就是了。不，本在一身清白，从不接当隐私，与杭州府只是公事光来，并无私交。好，既无私交，今日之事需要取之。听凭都司大人依法处置。好，三事一同，便可应事。来人，走，将二万周玉天拿下。来人，慢！
号召扶摇，拿这把公堂，周瑜请为朝廷命官，无惧王圣旨，谁敢同手？周瑜天，这仗义让圣旨将到，你还敢违抗上命吗？为国一人，执法一人。周瑜天今日万事好周之父，今日偏要执法断案。你徐大人，还是这个圣旨到了再发了吧。徐大人，还是这个圣旨发了为好。哼，便依了你，看你还能当几天知府？周涛。哦，待案犯。哦，知府大人，我和你了，你放了我吧，我和你了啊！周瑜天，今日三死为生，是要随名誉高的中期英雄一案，你为何不提6日女子，确定立案？立案有迟有早，审案有先有后。本府今日要当着三司大人之面，判决举证戏案。杭州知府冤枉良民，杭州知府冤枉良民啦！周瑜天，你死生不保，你还要举证戏，身为滚弯之体，知法犯法，举世杀人，偷偷灭口，盗雷公道，殴当民官，铁证许山，安情一命，以他命引烈，判决为慢。好，周府，且慢此口。本都看你年轻有为，身在难得，不能看你走上绝路。你我包警能许精行，不为万国将相救，生死永错在眼前。我把两关打到，为你有好，周大人，这女风雨你赞佩，贫苦方苦出老来，谢大人指点，生才发现不由己，名利迢迢连好背。嘿，你这个顶谁了？我凭滚蛋！我是刘平当时过回，你有点叫生恩还。我有举恩自不给，你我当着一山河法，全中南中祖宗归。还是我父亲很必须为。南山我后因自甘决难给。他第一把走到场。王生而不为。
可惜啊，可惜，婶子呀！你不是名誉所告，有是女子，便是心思万万，怎可心喷平安？冤枉啊！大人，忘了先生留日一恩嘛。本府自有安排。来呀，在做那头的杀人巨汉刘须梅报案。刘须梅多情计，理应堂不曾闻到红堂，三思同生。丁大人，刘玉梅一死一生死，强生去断堂血泪，一堂情三思，后到年死，命怎生？举风心，连环在上方迎红，小三门当接应应。你竟敢！到日死了，长交重送。啊，弟弟救命！弟弟救命啊！你等着！老爷救命！老爷！举票中，无仇为娘，为头头举犯，才不用罪，一本斩首，当日死了。老爷！刘玉梅不得穷计，千里难容，善意事情，安逸也是胜利。而且两次出恶特头，一位杀人举犯，接着对家事中发配凌乱。啊！傅大人，饶命啊！走，拉下去！老爷，饶命啊！饶命啊！本府迷恋儿女之情，未能及早察觉刘玉梅杀鸡采营，许多之手孤儿亡上，既然来呀！即刻将41万军征西，帮扶营长斩首示众。借自